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機械人賽馬研究所，我係機械人。我哋嘅頻道目標係主要提供穩定性嘅貼士同埋所有嘅統計數據。我哋提供嘅所有貼士同埋資訊係完全免費嘅，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咧就會馬上通知大家噶啦。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啦。第41個賽日，1月28日星期三，跑馬地嘅 C 賽道，賽事係9場，開跑時間1840。上仗嘅貼士加提防入圍，一共係31匹。路程分佈圖：1000米係第1同第4場，1200米係第3、第6、第7同第9場，1650米係第2同第5場，1800米係第8場。以下係上次賽事嘅賽後報告環節。第1場5班100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5號歷險大將，標籤實力；12號專家，標籤小心；3號快樂寶寶，標籤實力；1號鼓浪高升，標籤實力。第2場5班165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8號飛躍海船，標籤實力；11號極速之子；5號富裕君子，標籤小心；3號全程路通，標籤實力。第3場4班120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3號團結勇士，標籤高基；7號長勝力區，標籤實力；2號巴閉王，標籤實力；5號智合拍，標籤實力。第4場4班100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5號品德寶寶，標籤高基；3號超強60，標籤小心；6號凝聚美麗，標籤蠱惑；12號有得贏，標籤蠱惑。第5場4班165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11號長勝將軍，標籤馬膽；5號街燈，標籤小心；12號試跑得，標籤實力；4號
加州勇勝，標籤小心。第六場4班120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2號東來欣賞，標籤小心。5號福星小子，標籤實力。4號巴閉哥。10號雷神太保，標籤小心。第7場3班120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6號精彩進帳，標籤馬膽。5號幸運星球，標籤實力。11號金創福威，標籤實力。12號太太精神。第8場3班180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12號中國心，標籤馬膽。8號一定掂。4號奔放，標籤古惑。6號發財先鋒，標籤實力。第9場3班1200米，機械人嘅選擇係主力馬11號飛輪霸，標籤小心。7號太子，標籤小心。12號好節拍。4號時尚風趣，標籤古惑。機械人要提防嘅馬匹係第一場9號東方魅影，級別 E1， 指數83。第二場4號同吉威，級別 B2， 指數83，優勢 XY。第三場4號智勝攻略，級別 F1， 指數75。第四場1號中環精英，級別 C1， 指數80。第5場2號追風，級別 D1， 指數78。第6場12號知道穩勝，級別 G2， 指數87，標籤古惑。第7場1號進翼快車，級別 D2， 指數80。第8場9號安可，級別 E4， 指數80。第9場3號三軍勇將，級別 D1， 指數83，優勢2 set。以下呢個圖表係今日主力馬匹嘅所有資料，大家可以參考一下。最後，如果喜歡我哋嘅頻道，請幫忙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住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就會馬上通知大家㗎喇。如果喺 YouTube 裏邊輸入機械人貼士，亦都可以揾到我哋嘅影片。最後，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影片嘅話，可以撳點讚或者分享俾你嘅朋友啊！多謝晒大家收聽同埋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